大家好，我係金比陳海韻啊，係歐織手作品牌 Happy Yarn 嘅創辦人同埋創意總監。好多謝嚟自新加坡嘅 OCBC 邀請我製作呢個聲音故事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創辦 Happy Yarn 嘅故事，為大家嘅心靈充充電。疫情嗰陣，個世界一夜之間唔同晒，社會停頓，工作停頓，大家都冇晒自己正常嘅生活工作，成日困喺四面牆入邊，個個都好悶。我個仔仔都好悶啊！阿仔突然之間想我織個公仔俾佢，所以我就上網學歐織啦。嗰一刻係好純粹，冇諗過一針一線可以令一件冰冷嘅事情變得好有溫度，同時亦令我萌生咗創辦 Happy Yarn 嘅諗法。顧名思義， Happy Yarn 係一個傳播快樂嘅地方。我希望大家越織越開心，並且可以喺歐織當中揾到價值。香港係一個重視效率嘅城市，生活節奏好緊張。歐織可以令大家放慢步調，拉近人與人之間嘅距離。自從學咗歐織之後，我發現用雙手逐針織去製作自己嘅作品嘅心意同埋當中嘅過程，可以為人帶來療癒感。呢種溫度係好難被取代嘅。Happy Yarn 創辦之後，我會自己教班。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嘅係一班家庭主婦學員，佢哋每日都要湊小朋友，加上疫情，壓力一啲都唔少㗎。所以我好高興歐織可以作為佢哋釋放壓力嘅方式，專注喺一針一線之中，令佢哋放低日常嘅煩惱。喺上 workshop 嘅時候，大家就係咁可以閒話家常，說說笑笑，呢種亂流甚至可以療癒一啲有情緒病嘅媽媽。透過歐織，令佢哋情況明顯好轉，揾到失去已久嘅存在感同埋價值。我希望透過 Happy Yarn 成立嘅故事，為大家帶嚟少少嘅動力。我覺得人生最重要嘅係要保持溫度，懷住熱情，用心過活。我相信一定可以令夢想成真，哪怕只係一件平常不過嘅事。而我嘅夢想就係希望將呢份熱情帶俾身邊每一個用心生活嘅人。